第5黑衫小子彈內欄，第6藍眼罩準優自在，外邊淺藍衫謙謙君子啊！後邊嘅4匹馬有質素，萬事靚3代同心啊！咁啊有心意暫時殿後啊！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木火龍區啊！咁見到中間淺藍帽追佢，有城中勇士，外邊黃帽追佢，仲有好馬威威啊！內欄嗰邊係快樂奇兵啊！後多陣呢先有準優自在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木火龍區放順咗，依然佔先半個身位，內欄一路打上嚟追佢，仲係快樂奇兵，第3名係城中勇士，第4名係進優自在啊！結果都係走得快，好世界都係跟晒喺前面嘅馬呢，佔有相當大嘅優勢啊！木火龍區擺咗喺前面走，轉啲配備，縮翻個程，咁啊結果就一放到底啦！快樂奇兵原欄慳咗都跑翻個第2，城中勇士啊跟前跑第3啦，咁啊貼欄嘅喎，嗰隻跑第4名係進優自在。結果頭場賽事贏馬係10號馬嘅木火龍區，臨尾佢都11倍啊，不過都係擺喺前面着數先，因為步速比較慢啲啊。快樂奇兵第2啦，第3名就城中勇士，第4名進優自在。頭段就慢，第2段啊拉翻快少少，咁但係陣間要留意下隻進優自在點。